我只是代表蔗农去澄清，我就跟他们发表意见。干嘛把我判刑，把我关了？糖是一个这么美好的东西，对我们20的蔗农来讲，它更是一个很心痛的一段历程。当初这种事发生以后，抓了90几个人，一人先打人厉害。这些的知识精英，他们有走出他们原来的圈子，走向大众。20蔗农事件的农民，他们被逮捕了，可是他反而去唤醒了各地农民，我们要争取权益，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影响。